歡迎收睇廣東國際電台之境外篇啊！嚟到咗馬來西亞，一定要食翻餐正宗嘅肉骨茶啦！咁朋友今日咧推薦呢一間，佢話係本地非常之正宗嘅肉骨茶，一齊感受下。那這裡很多客人嘅，肉骨茶它還分為乾和濕哦。乾的吃起來比較香，濕的那個湯有點中藥的味道。其實講白咗，肉骨茶就廣東版本嘅湯水，因為大量嘅廣東啊、廣西、海南啊、福建人移民到呢度咧，佢感覺到呢度嘅天氣咧比較焗熱啲啦，咁佢哋就會煲翻啲廣東嘅湯水嚟飲嘅，黨參啦、黃芪啦、陳皮啦抌落去煲湯，咁樣就成為咗呢度版本嘅肉骨茶。嚴格意義上嚟講，都係中國人發明嘅喎。這一個呢就是前菜，我們大中華的油條、油炸鬼、芋頭飯，它不僅僅只有芋頭，還有蝦米、一些肉，類似蒸飯，粒粒分明，整體口感還是很不錯的，很符合華南 F4的口味。這個就是濕的肉骨茶。阿梁主任有咩味咧？一聞到就知有嗰個當歸味啦。黃芪、黨參都有。呢陣味咪就阿媽煲個煲湯咯，但係佢比阿媽煲個湯咧鹹咗少少，攞住嗰啲燒肉嚟煲湯，所以個湯味道咧特別之濃啊！你撈飯就最啱，佢個米吸收咗整個肉骨茶非常之濃嘅藥材嘅味道，同埋啲肉類嘅味道咧，天時暑熱咁樣送飯就開胃好多啦。當地就叫做好且飯，呢份就乾嘅攞嚟送飯，有啲類似福建、台灣嘅滷肉飯，個味道都係非常之靚。佢用老抽上咗色，所以顏色非常之濃，望落去就非常之和味。呢個係養豬腸，腸搭腸咁樣嘅，腸之中仲有腸，好似玩啲俄羅斯套娃咁樣。呢個真係好好食，佢個湯底得肉骨茶，豬腸吸收咗湯底嘅藥材味，你咬落去咧係腍嘅，然之後嗰啲藥材味咧加埋啲豬大腸嘅味喺你個嘴度迸發出嚟，係比較新奇嘅，亦都係我喺廣東未食過嘅口感。應該係我哋嘅華人帶過嚟馬來西亞之後改良嘅配方，佢煲到完全都腍晒。呢餐飯5個人食163蚊馬幣埋單，你覺得抵唔抵啊？